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要提醒乡亲，今天5八更伫早起9点，即马已经会使开始开放北所谓版本，而且佫有加真侪好康。经济部昨昏嘛专工发布影片，教大家安怎绑，只要3步就当绑好势。若是贵口罩想要绑做伙，嘛爱绑伫10月7日进前完成。 振兴5倍券，看我召唤数位宝贝，出来吧！行政院政务委员邓phong编做数位宝贝邓phong秀，向民众讲解5倍券安怎数位绑定。首先完成个人绑定，之后选择共同绑定，最后再勾选想要抽的加码券。 今年数位绑定的优惠真多，信用卡、电子票证支付等数位支付业者，如果早鸟的方案吸引人气。 一个共同绑定的新功能，因果若是要共同绑定，就要传读卡机，每一个人的健保卡或者是健保 App 才能完成。若无就去超商用因的数据机绑定，绑好势了，会印一张细张的白单，扫顶头的 QR code， 搁选加码券。前400万名绑定，保证拿到好时券，动作快哦。整体来讲，绑定的规则比去年3倍券更加多元，因果也更加复杂。 上大的改变是绑好了袂用取消，袂用改绑，也袂当讲要换领纸本券，意思就是讲袂使后悔。若是想要领纸本券的人，会当等9月25开始的平台有效，或者是10月初时开始去邮局有效。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今仔日12岁至18岁的学生囡仔，嘛要开始注 BNT 预防针。咱全台湾大约有130万的学生愿意注射。 台北市的育成高中早就甲学校的体育馆改做预防针的注射站，若中校病院嘛会派卡手去斗相共。伫体育馆内底，桌啊椅啊甲设备是摆甲真整齐，因为2日开始，全台湾12岁至18岁学生就要开始注 BNT 疫苗。遮侪学校伫中秋的年假进前，都甲场地先传好势，高达96%的这个比例哦。好，高1、高2、高3的依序，好这样子来做这个接种。他们派了4组的医护人员，好同时进行。所以说我们预计安排了6个梯次。以台北市育成高中做例，全学校有1800学生，有1700多人要注疫苗。学校甲学生分做6批，要伫1天内注好了。那23要注疫苗的台北高中，嘛宣布注完疫苗了后，会先暂停各种动态体育活动甲训练。2位医生4位护理人员会随时的来观察学生施打疫苗的一个身体的反应以及状况。施打之后，整天我们是体育课。 户外活动以及动态的所有课程是暂停的。为期2周的接种的时间呢，有147个学校愿意接种的学生呢，大概148760人。学生记得要携带健保卡，然后今天晚上睡饱，切记不要空腹。台北市教育局提醒，注疫苗并无强制性，学生会当照个人的意愿来选择。 伫注射了后，爱先休困，观察身体的状况，而且避免做真剧烈的活动。若是身体感觉无爽快，有3天疫苗假会当请。目前估计，全台湾差不多有130万的学生准备要注 BNT 疫苗，各间学校是真谨慎，嘛做好真周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开学上班上课各地头天气拢真烧热。过到中南部各地山区爱说热西北风，咱做伙看云图。 今日透东南风，伫遮方面的台东、恒春半岛、澎湖、马祖有地渐准雨。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5度，花东的高温会升悬到36度。若拜五有一撮微弱的东北风刮进咱台湾，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略略转凉，落局部地渐准雨。若刷到来9月底10月初东北季风，东北风会开始发展，天气会豆豆转凉。 入秋了后，进入空气污染较热烈的季节，嘛会升级。中秋连假，真侪人会出门行行闹闹的。花莲秀林乡传出有3个民众早上去沙坡东溪撩溪，结果是要倒来时溪水涨流，身躯边阁无扎装备，掉伫山顶。花莲县的消防局有出动9个救援人员去救，加载3个人昨暗拢平安落山。 溪水正清，对石头之间流过，边仔的山阁正水，互人看了心情正好。花莲县秀林乡的沙坡东溪是正热门的撩溪路线，
不过秀林乡公所伫入口采购示牌，社工配合防疫暂停开放。连假最后一天，花莲县消防局下昼3点多接到民众报案，讲有3位30几岁男性民众去沙埔东溪撩溪，不过倒来时阵因为溪水涨起来，装备阁无够，无法度过河，要求救援。救援人员甲山警去山顶找，暗时8点多伫溪楼顶楼，差不多要行2点钟的所在，找到这3个查甫人。不过因为天也嘛看袂清楚，因落山总共行3点外钟，伫暗时11点多转到入口的所在，好佳在3个人拢平安无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甫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双十国庆，民众会当看到咱国防实力，国军会派出国产的香山飞弹、天宫飞弹、日本新买的6.2飞弹，甲美国做的爱国者飞弹，经过总统府。伫这个月29半暝时，嘛会先伫总统府头前仪演彩排。再看联合报。新北市北里妈妈嘴咖啡厅女店长谢依涵，2013年犯下伤死命案，伊被判无期徒刑，确定即马当地在家。死者的家属对咖啡店的头家李炳宏3个人嘛有李炳宏等人嘛有提出赔偿的官司。最高法院即马是认定死者是伫咖啡厅被下毒，咖啡厅的头家嘛有责任，所以判爱赔死者的家属368万确定。来关心《中国时报》，主计总处调查。2010年至2020年，全国平均每一户会当支配的所得有增加21.3%，不过全国的厝价嘛有起42.7%，六都的厝价增幅超过76%，厝价起的比上班赚的加2倍外，国人买厝的压力实在有够大。继续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只有5个境外移入的案例。针对顶一日教会的108万单莫德纳预防针，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9月28就会送去各县市，和7月16进前注头一档莫德纳预防针70岁以上的时代会当注第2档。那 BNT 预防针今日嘛要开始伫校园注射。国内疫情有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2本土确诊家庭也无增加死亡案例，不过有5例境外移入，分别为越南、美国、南非、斯瓦蒂尼、俄罗斯移入。指挥官陈时中也点出，国内也有2个地点防疫依然爱加强。看到大家有时候在尤其是在海边看起来是最多了哈，还是有一些那个没有戴口罩的时候。那另外有看到一些相关的夜市里面也有边走边吃的情况。今天的嘉陵，我还是要强调，我们都很高兴。但是重点是观察整个8月在8月里面，其实我们除了上一波有几天是有8个、9个，其他大概都是在5个之下。那全月的到现在目前为止，平均大概2.5个，那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台湾买108万剂莫德纳疫苗，目前正在风险检验当中，会在下礼拜2、9月28开始配送到各县市政府，由地方政府做车注第2剂疫苗。符合资格人有7月16进前已经注第1剂莫德纳，而且届满10礼拜以上70岁以上老大人，还有60岁以上有原住民身份的人。那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那比较稳定一点再安排接种。那如果不放心，可以跟长期在看的医师做咨询，再去打。那接种后多为接种部位的疼痛、红肿的反应，通常于数天内会消失。那发烧一般约48小时内会缓解。BNT 疫苗伫校园20日开始伫上北、桃园市、台南市、苗栗县等各县市开始注。指挥中心上新的统计，上北地区学生注的意愿是94%，新北会伫1礼拜注完，台北市差不多需要2礼拜。各个县市施打的时间上都有一点不同，快慢都有不同。那基本上大约都在
2个礼拜左右会来完成。目前国内疫苗注射都是49.75%，专家认为，较速速来去BNT疫苗较为稳定，未来应加做第2剂做的第一选择。但是中表示，被摕来做的无同款品牌疫苗，以 BNT 会提供上剂。莫德纳加 BNT 的组合已经请专家做讨论，会准备开始做本土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是宣布讲，11月份开始要解除33个国家的旅游限制，只要是做过2档预防射，就当入境美国。做啥款牌子的预防射才准算？咱国产预防射、高端预防射敢算在内？指挥官但是董事表示，美国也未定案，咱政府会去注意，嘛会想对策。美国伫11月初就要解除对欧盟、英国、甲中国，还有印度等33个国家旅客的旅行限制。不过到时要去美国，都要有先做2档的新冠疫苗。Starting in November, we will be implementing, I should say, in early November, we'll be putting in place strict protocol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from passengers flying internationall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y requiring that adult foreign nationals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 fully vaccinated.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指出，伫入境美国进前，都要先通过3个条件，要附3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还佫要有做过2档疫苗的证明。不过，目前美国进前的疫苗敢若有3个牌子，包括 BNT 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甲交生疫苗。另外，也要提供相关接触者追踪的信息，符合这3个条件，而且做过2档疫苗才会当入去美国。各界关心讲，台湾做第2档疫苗的注射率，当时才会当达到60%。另外，国产高端疫苗以免用交接通过国内 EUA， 敢会当通过美国的认证。因为你只有台湾政府在认证高端的 EUA， 美国政府如果不认证的时候呢，我们打了国产疫苗的就要到美国，甚至到欧美都会受到限制。冲到60%当然是不容易，但不会很难。年底前应该会达到是蛮高的了。高端事实上一些临床的研究也都持续在做，那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早日得到国际的认证。国内观光旅游业认为讲，韩国已经大声实施，只要有做过 WHO 批准紧急使用授权的新冠疫苗，就会当免隔离。所以，因对美国11月份入境的规定，并无感觉意外。呼吁指挥中心就要赶紧规划疫苗护照。不要再一直为高端在护航，施打的疫苗要有国际认证。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是要去韩国那边下工，但是因为他打的是2星5号，韩国要可能争议的这个事情，就取消掉行程，这就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另外，有媒体问讲，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都是做高端疫苗，未来若是去美国，敢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共访问美国的政治意涵是比防疫还佫较重要，自然会有妥当的安排。遐若美国会认证倒一寡牌子的疫苗，目前还未定案，今摆还佫有外过的时间，会甲外交部密切注意，而且讨论相关应用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7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个境外移入案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152例。中国的病例有95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是超过16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2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75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700万例。今天条是来关心第76届联合国的大会伫美国纽约举行，为着避免侪人去开会互相烧话，伫周边拢有设体检站、有预防射的注射站。这届主题包括气候变迁、预防射分布无公平，这拢会讲到。也那南韩的男团 BTS 嘛第3届受邀请去发表演说。今日路4界拢会当看到警察出入口嘛有人员伫咧管控。伫纽约市的联合国总部，为着要互第76届联合国大会会当顺利来举行，所以4颗雷亚提供维安的战机。毋但安尼，伫咧防疫的部分，嘛是尽量做甲真周至。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saw that I got tested. I don't see myself as an exception. 伫咧会场外口有设检测站甲注疫苗区，就是要避免举办联合国大会，加速防疫空防传播病毒。
纽约市府维持禁令，要求出入特定的场所都要有注疫苗的证明。这嘛，互坚持一直袂注疫苗的巴西总统去踢到铁棒，敢会当甲其他的官员徛伫咧路边咧食物件。另外，甲英国首相见面的时阵，共商想要鼓舞波索纳洛，波索纳洛注 AZ 疫苗嘛去拒绝。We need to send a message to all the world leaders, including most notably Bolsonaro from Brazil, that if you intend to come here, you need to be vaccinate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vaccinated, don't bother coming. 这个联合国大会，甲重点放伫气候的变迁，各国爱安怎减少碳的排放，发展绿能，嘛协助较产车的国家，避免受到地球暖化带来影响。I'm not desperate, but I'm tremendously worried because, as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has told us,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emperatures do not rise more than 1.5 degrees. 南韩的男子团体红大少年团 BTS 3届受到邀请参加联合国大会，以未来世代甲文化总统特使的身份，甲南韩总统文在寅做伙出席。 모든 선택은 그 선택이 곧 변화의 시작이라고 믿고 있습니다. 엔딩이 아니라요. 새롭게 시작되는 세상에서 모두에게 서로에게 웰컴이라고 말해줄 수 있었으면 좋겠습니다. 用欢迎世代来称呼这个少年人。BTS 透过伫咧全球的影响力，来协助联合国达到2030年的目标，包括消除极端的散车、地球永续，甲实现性别平等。除了发表演讲以外，嘛头一届放送伫咧联合国总部翕的 music video。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加拿大提早2档举行国会大选。 选举结果嘛出来呀，自由党有惊保险有保掉执政的地位，总理杜鲁道会使继续连任。虽望伊国会无摕到过半，同款是少数政府，也毋过伊伫发表竞选演说的时是答应讲要带领国家行出疫情。You are sending us back to work with a clear mandate to get Canada through this pandemic and to the brighter days ahead. And my friends, that's exactly what we are ready to do. 加拿大国会提前选举结果出来，总理杜鲁道领导的自由党伫338个席次内底，摕到156个席次；对手保守党是摕到123席，也若魁北克集团甲新民主党是摕到29席甲28席，绿党摕到2席。自由党虽然有甲第一大党的地位保掉咧，毋过席次敢若比顶一届加1席。杜鲁道原本想要摕到国会大部分的席次，毋过并无成功。伊就要甲理念较小歪的新民主党等等这较细的党，甲科瓦来寻求因的支持，才会当继续维持稳定的少数政府。也若承认选输的保守党领袖奥多尼是批评杜鲁道提前选举劳民阁伤财，实在是蠓仔顶牛角无菜工。5 weeks ago, Mr. Trudeau asked for a majority. He said the minority parliament was, quote, unworkable. But tonight, Canadians did not give Mr. Trudeau the majority mandate he wanted. In fact, Canadians sent him back with another minority at the cost of $600 million and deeper divisions in our great country. 杜鲁道顶个月支持率也真悬，伊当阵宣布解散下议院重新改选，想要到无偌久出现新的一波疫情，致使自由党的民调是一直败落，甚至搁要去互保守党超过。伫选举进前，双方的支持率是差无偌济，选情是特别紧张。即马杜鲁道虽然有选调第3个任期，毋过续来伊按算要推动甲企业加扣税，也有要求石化产业减少碳排放等等的主张，恐惊会伫国会面临反对党济批评甲阻挡。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镜头来澳洲，澳洲的第2大城墨尔本为着避免起厝的工人下区所顶当起厝，是要求讲这工人爱停工停2礼拜，而且强制注意风险。这是引起强烈的不满，大批劳工上街头抗议，转演变作暴力冲突，连记者伫现场采访嘛受伤。就以澳洲的记者伫咧墨尔本抗议现场连线时阵，后壁一个饮料罐弹过来，互伊头壳顶有一个红果种老灰的空水，进前还有人家塞伫咧涂骹判流。示威抗争的建筑工人会这么激动，是因为当局宣布墨尔本地区的建筑工地自拜二开始停工2礼拜，强制所有工人注红线。几多千位工人上街头发光，要自由买疫苗，也搁用玻璃杆仔照明弹攻击警方，现场真紧张。Like my mate here, though, he's had the first dose and he's absolutely fine, and that's his choice. He supports my choice. I support his choice. I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here, and that's the choice. 这是墨尔本建筑工人第2天前回头抗争，8日当地宣布强制自有放射的规定，因着暴力攻击建筑业、林业、矿业加能源工会办公室。当局为着要避免代志扩大，透明协商，宣布工地停工。第2天传讲有工人伫咧工地自杀，引起更加大规模的示威。Well, I mean, this protest has been called for, led and promoted by far-right groups and anti-vax groups, and there's a big overlap between the two at the moment, unfortunately. 墨尔本当局要求工地停工，主要是为了要控制疫情。不过有专家讲，维多利亚州建筑行业大概有30万的从业人员，停工的决定会威胁上千上万建筑工人的生活。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新加坡疫情野悬，昨昏新增加1178例，这个数字是新加坡自疫情爆发以来过一日第2悬的感染数。来关心美国宣布11月份要放零入境美国的限制，有33个国家的外国人做过2档预防射，就使入境美国。这嘛，互全世界航空业松一口气，透一口气，希望有机会会当复苏。来关心智利，比奥比奥地区的外海发生规模6.4的浅层地震，附近的城市是海甲真厉害，敢有伤亡，即嘛也唔知。中国坏爸爸嘛，雄雄宣布，对9月20开始禁止咱台湾的释迦甲莲雾进口去中国，影响咱的外销市场。高雄甲屏东是出莲雾主要的所在，即嘛是决定要比较往来做法，伫国内摒销路，鼓励企业来交关。屏东县长潘明安嘛伫面册推销莲雾加工，爱大家用行动来支持咱的农民。农民将一袋莲雾采收落来，加工买送去市区。高雄莲雾的年产量差不多5700吨，外销占1成左右。因为以中国市场为主，就算这几年来另外拓展新加坡甲加拿大等市场，不过依然至少受禁运中国冲击。自从有小三通以来开始做，只要我们有数量，大陆那边贸易商我们是要在经手贸易商，贸易商就会来跟我们长期配合，就是有多少他们就会去采购。往县市的莲雾行总产量差不多2000公斤，中国订单向无去，互伊真无奈。好佳在有餐厅业者透过农业局介绍，决定买300公斤。供给这个水果的部分，我们会把这个莲雾做比较优先的供给，所以这个是第一批，我们还会陆陆续续有持续性的这个支持。餐厅业者认为疫情期间受到真侪帮助，也想要用行动帮助农民。不过因为台湾莲雾以内销较济，禁运对整体销量影响无大。莲雾总产量占台湾7成的屏东。县长潘明安这几天呼吁大家买莲雾支持农民，也积极开发加工产品，拓展中国以外海外市场。外销的部分上有一些包材或是冷链系统，因为莲雾很脆弱。在包装运输的过程不能有所碰撞，这些呢都在整个这几年做好很好的准备。中国一直禁止台湾水果输入，也让各县市政府甲农民这几年开始都方便的经营卖农产品，希望保障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那另外一个受影响的果子是释迦，释迦主要的产地伫台东，即马农民拢真烦恼。台东县长是建议中央发行台东释迦券，鼓励民众买释迦。不过农委会是表示，暂时无打算要推出释迦券，不过会透过农友券替释迦摒销路。往来释迦的果子已经结成一个拳头遐尼大，农民就是讲年底就会当外销去中国，想袂到中国向向禁止台湾释迦进口，农民的心血一时间就无销路，更加烦恼往来释迦外销转内销，恐惊会冲击产销特殊。会互价小直落。那内销呢，就会冲击在市场里面，因为6000公顷释迦本来有一半是外销，现在变成全部进到内销，那不只是凤梨释迦价钱会很惨，它也会打击到大木释迦。一时间真歹找到同款规模的外销市场，台东县长就庆铃呼吁。中央应该就发台东释迦券，增加国内的需求。农委会可以来做台东释迦券，让我们台湾的所有还不认识凤梨释迦的民众，都可以透过农游券、台东释迦券来了解台东释迦的美味。农委会表示讲，要是积极开发外销市场，
若国内的部分虽然无规划要发适徛馆，不过也是会结合农游馆做特别的优待，希望鼓励民众加买适徛。如果你买4家的话，我们会设计一个加码的一个诱因来促销，加码回馈的一个机制。国内适徛伫20年前销到中国只有2栋，10年前增加到1-2千栋，102年开始向向增加到8,000多栋，这3年甚至突破13000栋。有农业专家指出，这根本就是超高的设局，用好的介绍声农民增加产量。即马中国摕虫害做理由，生理一声就喊停，互农民长期拍拼生产的作物一声就消无路。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台北市有一个确定病例，是23岁返来咱台湾回国的女学生。伊捌伫16、17这2天赛车去台中、台南甲高雄这3个所在，当地卫生局嘛有公布伊的脚架，昨昏赶紧大消毒。环保局的人员详细清扫，店面周围任何一个所在拢全甲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0号公布按1625事确诊者，20多岁为英国倒转来台湾的女学生，虽然是台北市的个案，但是16号下晡曾经到台中春水堂丰乐店用餐，停留将近1点钟。店头家决定中秋节几天停业内部清扫，附近的居民是做好自我防护措施。因为我们相信各个社区应该都有很多的病毒啊，就自己要做好防疫就好了啦。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无匡列接触的人，因为这个餐厅有使用假帮，而且有安排梅花座，工作人员也拢有挂喙烟。当时外场工作人员总共有6个人，也拢无正宗。那当天中午有到台中市的春水堂丰乐店用餐。那春水堂丰乐店呢，他们有用隔板，也有用梅花座。那相关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症状。16号晚暗啊，女学生甲厝内的人落南到高雄，到汉来大饭店加用餐。高雄市卫生局21号早起也伫咧饭店周围清扫，而且匡列29名接触的人，包括伊厝内的人、住特定房间的民众、餐厅服务人员、清洁人员甲房务清洁人员等等，当地咧进行采检。另外，17号女学生上北经过台南，曾经伫咧桂林台湾的牛肉汤，也阁有东山休困站停留，卫生局也陆续清扫。台南市府呼吁，国内犹原有本土个案，民众应该搁来洗手、挂喙烟，做好防疫。记者台中、台南、高雄报道。这个确诊的女学生嘛有出入湘北一寡百货公司甲电影院，台北市嘛有发出852通警示的简讯。另外，伫新北市幼稚园的群聚感染，帮桥某一个社区的居家隔离者伫要解除隔离啊。安尼新北的疫情警戒敢通降到2级，市长侯友宜讲明仔载就会对外宣布。新北市21本土零确诊，毋过有公布一个确诊者已经搭过的所在。中秋连假前2天，伊有去邦吉的大圆柏，嘛有去大叶高岛屋，半暝啊，搁去美丽华看电影，隔天搁去天母的搜狗。台北市卫生局依照实联制搁台北通的记录，针对台北市这3个所在发出852通的警示简讯。852通的简讯来通知。那他在美丽华大直影城所看的电影是《沙丘》，相关的接触者，包括他的家人跟活动场域3个人，那些24个人里面已经有，这24个人是办理居家隔离的。那这24个居家隔离里面有22位采检都是阴性。那还有2位在等待采检结果。因为新北有利横群住案，当地居家的邦桥一个社区的大楼住户各要改革。9月20日是重要的观察日，新北市长侯友宜按算23对外说明，同时伊强调，就算是社区改革，也是要有7天的自主健康监测。我们到9月23号就能够比较确定，在这一次德尔塔侵入社区的案件是不是会比较能够稳定的告一段落。所以我们在9月23会正式的对外来做说明。那到9月23号原本都是在强化2级，如果能够朝稳定的方向走，我们就渴望回到警戒2级。度过9月初del塔危机，中秋这4天的连假，新北市的本土疫情拢是零确诊，但新北市拢咧注意看各风景区的人车条。侯友宜指出，新北市的公有场所犹原禁止项目。警方以抗倒为主，在法为辅，目前也未开出罚单。台北市是查77间的食食店家防疫作为，有33间的业者必须要辅导因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上头，咱来看有一寡人的姓真特别，有人姓危险的危，有人姓冷冻的冻。根据妇联会统计，咱全台湾进前加强区879个眷村，因为这个眷村大的人拢是对中国各地来较济，所以就有一寡较罕见的姓。最近桃园龟山眷村故事馆有一个姓有关系展览，咱来看佫有啥物特别的姓。我是韦先生，危险的危。我姓龚，天下为公的公。我是冻，冷冻的冻。罕见特殊的字姓，你捌几个？桃园龟山眷村故事馆原本是绿光山村的活动中心甲自治会办公室。民国93年指定登录做历史建筑。馆内绿光山村的馆号记载真侪当年搬徙的历史，纸头纸尾嘛有写真侪特别的字姓。故事馆有一块绿光山村的眷户门牌，然后上面其实记载了400多户的人家，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很多游客也会被上面特殊姓氏所吸引。眷村居民嘛真欢喜来分享因特别的字姓发生伫个生活的趣味代。讲先是讲，因为伊姓江，有真侪朋友佮佮叫老江，有一边去有查甫朋友当场佮嫌老江，引起真侪人佮看。另外，方太太因这口罩，常常去有厝边隔壁佮滚耍笑讲，迄口罩拢是疯子。在那个挂号那个大厅呢，远远的就叫我老公。他一叫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所有在大厅里面人回过头，我就想说，一个男的怎么会叫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叫老公？嫁给他变成疯太太，对不对？可是人家不知道你哪个疯啊。那尤其我又在军方上班啊，我们长官每次说，那个疯丫头，那个疯婆子，我脸都绿了。龟山眷村故事馆杀出桃园眷村姓氏典，点出眷村内底较罕你看到的姓氏，讲围、皮、冻、鹿、木、顶、风这的姓氏的故事，族谱也佫有访谈的影片甲互动装置的内容，会等到10月31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婚林北港最近咧办桌，不过桌仔顶的毋是料理，是工艺品。国内8个工艺师做伙展出因的工艺品，嘛互相交流。今日展览会场，侪工艺作品摆桌顶，照办桌的方式，拢总摆108桌。详细甲看，每一件作品拢是国内艺术代表性的工艺品，包括茶刻、石刻、金角、叠图等等。除了开放民众参观，也和各地工艺师互相交流。我之前没有来过，只是我在网络上都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发那个发文，想说找机会从南部然后上来专程看一下，保留这个文化的传统，对，能够让这个文化传统继续的延续下去。五财神，然后带领这次所有的作品参加展出这样。五湖四海宴的手法是对北港朝天宫妈祖的求办会、生命会、过路等等远汉传道的起源，包括有草的、树的、看道等等，拢总108道菜出。工艺协会招国内8位艺术提供作品，在北港调性饭店展出，希望传统工艺有传承和交流的机会。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工艺，他用工艺老师，他用他的作品，好像厨师版的那种心情，然后呈现给妈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场景。工艺协会表示，因为北港朝天宫妈祖的信仰，庙是建筑夜顶庙会顶活动，生成在地真侪工艺师甲珍贵的文化工艺，希望会当透过五湖四海宴和各地艺术交流，在疫情影响之下，心命济观众人数，和大众更加了解北港的百年风光。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个78岁老阿公，伊爱收藏古董，介意收藏古董，已经收40多档。伊的手头有100多件古董，嘛甲家己的厝内变做一间小间的博物馆。这个是垃圾哦。真欢喜咧，等伊手头这个奇怪的物件，李英德真爱收藏古董，灰啊、地鼓，甚至是石头、插头，只要是有够久的物件，伊拢爱。100多件的古董，甚至甲厝内变做一间小小的博物馆。我收集这个呢，到现在我40几年了，平时都是有看到的都捡自己合适的就把它捡回来，不管是石头也好，认为这个是可以收藏的，都把它拿回来啊，把它整理干净。退休以后呢，也是一个玩乐的地方。除了真爱收藏，李英德嘛定定甲古董借人展览。伊讲好的物件，就是应该分享给大家知影。放在那个社区活动中心，我们社区活动中心如果要看来我也会接受了。
未来李英德想要提供这个古董予社区做艺文空间，毋但会当和更较侪人分享，嘛互大家来到屏东的东海社区熟悉这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做家己喜意的代志真幸福。这是云林古坑有一个奥多麦行的头家，因为喜意写毛笔，3年前开始认真地练，认真地写，愈写愈好，写到会着顶。即摆伊是摕作品出来寄卖，赚的钱摕出来做公益，做家己欢喜的代志，又会当帮助弱势。一百毛笔字的作品，伫机车行内底，无讲你毋知，原来是即个头家翁玉辉的作品。对3年前开始，伊因为兴趣开始练习，慢慢愈写愈有水准。期间，阁有得到日本奖项的肯定，相当不简单。这个要有天分的人，要不然没天分，你怎么学都学不真正人家喜欢的作品。王玉辉讲，毛笔字对伊来讲，毋那是一种兴趣，伊嘛为写毛笔字来培养坚持的精神。夫妻之间，甚至嘛因为写毛笔字，互相感情嘛愈来愈好。那它是兴趣啦，并不是我的专业，是一个兴趣。有时候夫妻一起在同一个空间做事的时候，会很多争执。那如果说他有做一些其他不一样的，荧光写书法吼，安尼就较完美起来。像是翁永辉嘛，运用这份艺术来做公益，亲像正前发生火车路事故，伊就用家己写的毛笔字来做公益，用兴趣转做实际行动，心内感觉嘛就充实。我们就会鼓励他说，如果有什么节庆啊，或者是状况的时候，我就会鼓励他说多写几个作品，然后我们来做义卖这样子。头家嘛讲，兴趣无一定都会适合专业。只要用心培养甲坚持，同款会得到真好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西港永乐里有一间开一架子的柑仔店，有时一日赚无100块。严格头家讲，只要厝边头有需求，伊就继续开，继续做生意，互村民方便，嘛互庄仔头的时段免专工去市区买。这间60几年的柑仔店，展现地方生活的模样，也是了解当地上好的故事馆。在这农村较早的时阵，交通上面会拢无像真正发达，做一个方便买较那像讲较免着去走要西港咖喱安尼卖一寡日常用品啦。头家讲，因为这带附近无超商，附近的居民若是有买日常用品的需求，大部分拢会来遮。头家也讲，开这间店就是要互大家方便，无想过买趁钱。买物件拢讲，我店还在倒啊啦，赶紧啦，买一罐油啦，买一罐盐啦，吼，迄就是重点，就是方便啊。无你走要咖喱西港，就店都少去啊。柑仔店即马生意利润足饱的啦。这间店除了互民众买物件，也加做村民佮有老大人开讲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南非的乌卡徛狗是强要济种的保育类的动物，结果伫顶礼拜五有63只徛狗熊死伫海沙坡。调查发现讲，凶手竟然是蜂，这徛狗拢是蜂叮到才会死去。这寡徛鹅行着路摇摇海海真古锥，这是南非当地第一位乌卡徛鹅，是濒临绝种保育类的动物。不过，这个月17有63只乌卡徛鹅死伫咧开普敦加华塞曼镇的博德海沙坡。Our first suspicion was that it might have been a predator that had gone into the colony, but there was no signs of predation. And then the other worry that we had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some disease outbreak because we currently do have avian influenza in some of the wild birds. 保育类动物大量死亡，开普敦市政府、南非国家公园管理处、南非海华鸟类保护基金会是开始调查。将死亡的徛鹅送去检验，并且将生物样本做疾病甲毒素的测试。最后的结论是，当地第一位海甲蜜蜂攻击徛鹅，造成徛鹅集体死亡。Our researcher and our veterinarians on site here who did all the postmortems, they started to discover that the birds had bee stings in their they have these patches over their eyes where they don't have feathers. 这寡死去的徛鹅被蜂攻击。其中一只身躯顶，还有27个所在有蜂叮过粉粒。研究人员登去海沙坡找，也证实伫咧海沙坡顶头有真侪死去的蜜蜂。
除了这，当地伫19点开普敦的希人海沙坡也发现有徛好河蚌定着了死亡。这么非洲野蚌研究所已经伫海沙坡附近的徛家提出要求，希望民众莫搁伫咧花园内面饲蚌，以免增加濒危动物的伤亡。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中国参美国这几档拍卖关系，也毋过双方的商业合作看起来哪亲像无受影响。因为筹备20档的北京环球影城9月20正式开幕，门票一时啊就卖了了。经过20年准备，甲疫情延迟，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总算伫9月20中秋连续假期正式开幕。真侪电影主题精彩表演，迎接来宾虽然落雨，游客游玩真多。我们都是漫威啊这些电影的粉丝，特别想体验一下。他也特别喜欢哈利波特。过山车。那个里边是过山车吗？那个有过山车，有霸天虎过山车，但好像你玩不了。北京环球影城是全球规模上大的环球影城，也是全球第5个、亚洲第3个环球主题乐园，也是唯一有功夫冒险主题区的所在。其他有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公园、小小兵等7个人气主题区，虽然票价分4种，合新台票为1,800起跳，按过开播到11长假期间，为新台票2,700个票价起跳，加上园区内底消费价稍较悬，引起网友批评，新时代民族主义的抵制声音。按过开播迄一天，门票伫线顶几分钟就卖了了，影城大酒店客房也伫半点钟内都预订了了。中华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得去接受。中华自己的文化得到一个好的传承，西方的文化自己是一个学习的。虽然中美关系这几年拢无好，一直咧贸易甲科技战，中美合作中资持股7成北京环球影城开幕，营造2国民间商业合作无受影响。根据官方统计，9月20正式开幕了后，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会吸1200万名游客，年收入会超过100亿人民币，带动北京 GDP 增加0.28%。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7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